你有冇諗過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裏邊，可以有一間過千尺嘅單位，設有罕有嘅大露台，仲要前臨一個開揚綠洲景呢？其實呢度咧就係位於半山上高嘅南園大廈，實用面積有1300多平方尺，提供緊3房嘅間隔，連一個大陽台。呢一個房則嚟講咧係一個好傳統嘅英式房則，配合翻業主咧用一個木系嘅風格去做裝修，完美糅合咗中西文化。如果我要稱佢為一件藝術品咧，都絕對不為過噶。隨住時代嘅發展咧，我哋而家喺一啲新樓上高咧已經好難分到客飯廳嘅區別啦。但係翻嚟我哋呢一度好原本嘅英式大宅咧，我哋可以見到設計師係好想將客廳同飯廳明確咁分開翻，凸顯翻佢哋有各自嘅用途。當我需要工作嘅時候，我好需要一個又寧靜又光猛嘅空間咧，幫我去專注做我手頭上要做嘅嘢。而一個設備齊全、空間寬敞嘅廚房咧，係一個美好家庭咧不可或缺嘅一個地方嚟嘅。而呢一度咧，完美示範咗俾你睇乜嘢係一個好嘅廚房。如果你都想揾到一個合適嘅居所，唔單單係應付你嘅住屋需求，而係真係想享受你嘅居住環境嘅話，不如我哋傾傾啊！下次見。